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伫非洲流行的M 豆 M 株这个疫情，即马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因为疫情上界严重的公告，今年已经通报超过14000个确定病例，而且佫有524个人死亡。因为咱台湾顶礼拜嘛有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 M 豆疫情伫非洲真侪国家流行，也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自公告发生的疫情已经变做国际关心的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The detection and rapid spread of a new clade of mpox in eastern DRC, its detection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had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mpox,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spread within Africa and beyond is very worrying. 这是 WHO 发的相关级别的警示。M 豆已经叫做猴痘，是由感染病毒的动物传予人了造成的传染性疾病，会因为身体亲密接触，伫人甲人之间传染。WHO 讲，自2022年1月到8月初时，非洲总共有38000多例，造成1456人死亡，已经传到真侪国家，特别是刚果、边爱、普隆地、肯亚、卢安达加乌干达。 Ce que nous redoutons, c'est que lorsque les investigations ne se font pas correctement et qu'il n'y a pas un suivi des contacts des cas qui sont confirmés, ça c'est un grand défi que nous avons et nous espérons que, surtout dans les camps, il faudra voir comment organiser le suivi des contacts avec les RECO et les leaders communautaires. 疫情上严重的刚果，今年甲单已经通报超过14000件 M 豆病例，甲524例死亡。WHO 讲，矮型病毒的分支是造成这边刚果疫情爆发的原因。囡仔敢若是特别容易受感染。伫这嘛库存的疫苗有50万剂，到年底一个月当另外生产240万剂，将会优先提供给刚果甲奈及利亚。因为台湾伫顶礼拜是新增加5例 M 豆本土病例，拢是本国籍嘅 少年男性，到伫北部甲南部，北边的日子是伫咧7月29到8月初时，因为皮疹、扑拍、腹囊等症状，经过医生评估了采检通报，其中4例无做过 M 豆疫苗。疾管署表示，会密切监测发展的趋势，无排除会有关旅游疫情境界。按算伫10个月进一步对外说明台湾应用的防疫作为。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